根据环保署的统计，2020年台湾总共使用41个用一届就瓶的饮料杯啊。为着要减少粪扫，对7月1日开始，政府规定连锁饮料店、便利商店、素食店，也搁在超商4大通路，爱互家己炸杯啊去抵民众上无俗5块。烧热的天气，真侪人拢会来一杯冰凉的饮料。环保署推广消费者自备饮料杯的政策，自7月份开始，连锁的饮料店、便利商店、素食店加超市，拢需要提供至少5块的优惠。若无遵守相关，会当罚加6000块。生物盐嘛，那第二个就是减少了废弃物的产生，那也减少了一次性的塑胶的这个废弃物的产生。那同时呢也减碳。那最后一个就是呢，拿自己的杯子，基本上自己清理，也比较相对比较卫生。环保署表示，过去民众自备饮料杯无依无依，伫调查民众意见了后，决定提关优惠。有提早实施优惠的业者表示，确实有观察到民众自备饮料杯的意愿有增加。我们目前因为才推广差不多2-3周的时间，所以我们有观察到这个数量有提升，但是我们还需要在更长的时间去观察。环保署表示，伫提早优惠的店头内底，有业者统计，民众自备饮料杯的比率已经为6%增加到30%。不过，外界烦恼经济推动优惠政策，业者成本增加，敢袂反映伫售价顶头。它因为背带的饮料杯减少了这个一次用饮料杯的使用，也减少了饮料业者的这个杯材的成本，也帮他分担了环境的成本，会持续的来宣导沟通。业者表示，推动自备饮料杯政策上大的困难是民众嫌麻烦，就唔愿意家己炸杯啊，可能需要配合循环杯等手段共同推动会较有效。但是嘛讲对政策是乐观看待。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。